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针对林某甲囡仔凌迟时案件，行政院长陈建仁搁再回释咧，花费1个月来修法改善出养甲收养制度。蔡总统和国文在见面，讨论要建立政党的沟通平台。国民党这边嘛咧超时间见面，不过党内所有人认为无必要。中央党咧评估，甲劳动节改做全国的国定休假。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呼吁政府上好是今年就改。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有一个10岁外囡仔，互林某凌迟时案件引起社会愤慨。行政院长陈建仁是搁再回释咧，花费1个月来修法改善制度。另外，国民党的立委王玉敏想要安排社会安全网的专案报告，引起民进党的质疑。因为王玉敏是日福联名的董事，有利益回避的问题。不过，王玉敏是表示，伊是已经为董事这个位辞掉啊。我们都不舍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伤亡，那我们也跟家族表达最高的歉意。一回查甫囡仔不幸互林某虐待死亡，大家拢真悲愤不甘。行政长陈建仁10号搁一摆回释咧，强调中央地方、政府民间一定要共同合作，关键完成制度的检讨。我们从上中下游来检讨的话，包括出养制度的这个审定，还有收养的保姆或者是机构的选择跟监督，还有访视的这个程序以及访视的频率和访视的内容怎么样改进最后呢就是不幸事件发生的是通报，还有开会的情况，很多关键点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改进。陈建仁强调，已经指示卫福部赶紧修正离校宽法，也请政府应8月1个月内完成检讨出收养的制度。只是查某囡仔互离亡转介合计林某虐待死亡，维权委员会调委王玉敏想要伫下礼拜安排社会安全网专案报告，不过互民进党质疑王玉敏是为立法联名董事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我想他这个是相关利害当事人来主持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讨论那其实真的是蛮有问题的，没有办法做到利益回避所以我也希望王玉敏委员就是从善如流，适可而止。我们这是辞这个儿盟的董事了，所以民进党不要再转移焦点。好，下礼拜一大家好好的讨论社会安全网的疏漏，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顿社会安全网。王玉敏亲身回应，已经失去日后联名董事，爱民进党唔通转移焦点，好好整顿社会安全网。国民党党团总调莫君奇是指出，国民党也针对2项事件提出国民党版的修正案，尤其对基铁的虐待囡仔事件，各爱正本清源解决问题，确保离校平安大汉。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林某虐待案，上北卫生局拢讲无接到社会局通知，而且会无派囡仔的专职医生。外界都咧质疑，这规个制度螺丝拢灵去啊！有医生就建议讲，针对高风险的个案，应该强制指派专职医生，也要不时去访视，避免相关案件闹高去，佮发生这款危害。一回查甫囡仔互离母虐待死亡的事件，互社会惊吓。外界除了批评日后联名转介问题，对于双北卫生局拢无接到社会局通知，煞毋知影指派幼儿专职医师，也引起计划闹高级级的声音，社情未正敢是灵气。它的出发点是以健康和医疗为主啦。当时其实中央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完整的流程是什么，或者是说收案的对象是什么啦。幼儿专职医师制度为民国109年部分县市推动试办，110年11月起全台搭治适用3岁以下幼儿。收案方式有2种，包括医师自行收案、甲指定收案对象，包括脆弱家庭、发展资源、未成年、孕产妇等，由地方社会局提供名单予卫生局佮媒合幼儿专职医师来收案照顾，不过计划并无法律的强制性。
儿虐家暴那个需要强制性，没去打预防注射，大概也很难去罚什么，所以这个需要透过通报系统，透过更绵密的转介系统来完成这件事。高风险的案件或者重大伤病的案件，1年都要1次，顶多2次的访视，应该要会同各方面，比如说会同社会局、卫生局、警察局跟医疗人员一起去访视。医师也建议，针对高风险个案，应该有强制力，配合各单位无定期访视。李冠明点出第一线人员的困境，即马针对儿童出养进程案例的法官约搁分散，无规范政府主管机关甲民间团体的款责划分，针对居家托育人员的访视机制，爱采取无有个访视个体权访视并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落任进前，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会面，讨论要建立政党的沟通平台。郭文哲是赞成调野对话，未来嘛有可能和赖清德见面。那国民党这边嘛咧敲时间和蔡总统见面，不过党内所有人认为无必要，讲要见就规去见，要接近的赖清德就好。替盆栽最近翕相，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总统蔡英文14日总统府见面。两人最近食牛肉面，谈了2点外钟，就建立政党沟通平台、强化社会安全网等重要议题进行意见交流。郭文哲讲，这是蔡总统伫咧春节时阵主动打电话邀请，伊赞成调下沟通，无什么交案的问题。未来有可能跟前总统赖清德见面。这样呢，如果有邀约我们当然是可以讨论的。我倒觉得观念是对的啊，至于这是蔡总统提出来嘛啊，至于是赖副总统在继任之后是不是愿意继续做，这个这要问赖副总统了。蔡总统也希望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进行交流。国民党回应讲，将讨论适当的活动机会。不过党内有人认为蔡朱会无必要，认为伫咧过去7年外来拢无沟通，任期上尾才要做，真危险。要见面应该也是由赖清德出面上好。蔡总统错过了团结大家当一个全民的总统，我们期待赖清德可以释出更多的善意，在平常就跟在野党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他为领袖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国家未来重大政事，这是好的。但是很遗憾，就有人拒绝参加。啊，他说时机也过了哈。我希望我们党朱主席好好思考一下。民进党认为有政党沟通平台是好代志，蔡总统小出善意，希望朱立伦主席也个国民党的委员最近促成这件好代志。所以5月20政府要交接，解决调解的对立，将会是赖政府的挑战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中文防指控乌西，利用这顺的机会，伫警察监视系统预算案顶头帮助厂商摕到标案。昨昏检方去敲约谈陈中文甲厂商，廉政署甲9个被告甲10个证人带回去问话，甲陈中文申请羁押禁见。自廉政署被送到台北地检署复审，大家对着镜头拢无讲话，因拢是因为国民党这位台北市议员陈中文被控涉嫌收钱，替监视器验者台湾智慧公办护航被约谈。14早起，纪录会廉政官伫台北市议会议员研究室大动作搜查，调查对象是国民党3连败议员陈中文。监督检察局太认真，被报复，司法迫害，政治追杀。陈中文把纪录片伫咧议会关心监视器传输的问题，廉政署接到检举，讲陈中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交代，用质询甲行文的方式要求提供警用监视器的预算。并且使用特定规格、护航成标的厂商，这是发动搜查、夺回陈中文，也约谈厂商等几落个人。这件案件敢若是甲准你所编的警用监视系统预算有关系。迄当阵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就真不满。从2 mega 设到3 mega， 多8600万。这个摄影机在连续用10年的，8600万10年是8.6亿。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这边搜查行动原来议会早就知影，
却引起台北市会国民党团的批评，讲检方无具体事证，质疑是政治操作。那如果并没有这样具体的市政状况之下，就这样大动作的来进行搜索的话，不但会让人家觉得有这个司法迫害、政治操作之嫌，另外呢，对议员的这个质询的权益也是一种强害，也会形成这种寒蝉效应的不良影响。面代敢若是甲厂商交结，专案调向贪污等罪嫌侦办，是毋是会过向上追查？敢也有其他的公职人员涉案，大家拢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凉面寒、凉面热，天气较无稳定，这些身躯开水路就要特别注意。台中有1口罩5个人因为天气寒，窗仔就关暗暗，轮流洗身躯，各自回家。那像是因为厝内晒伤济衫裤，未通风，这规个伙仔全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抢救。阿公阿嬷抱查某孙倒伫咧病院接受治疗，病情也渐渐稳定。原来台中细串即家伙仔是3代人住做伙，伫即个月初5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是没有一开始很顺利的来点火，然后点了好几次都才燃烧，那洗到一半都跟我讲说越来越不舒服了，越头晕。代志发生伫即个月初5暗时10点外，蔡先生讲，迄天因为天气较寒，厝内窗仔门拢关条条，一家伙仔轮流洗身躯了后，搁煮火锅，就陆续出现身体无爽快、头晕、顶镜头。到病院了后，才发现一家伙仔5个人体内一氧化碳浓度拢已经上过悬啊。在急诊室进行检验，他们的一氧化碳浓度从17上达到36，都是属于轻度到中度的一氧化碳中毒。病院表示，5个人当中有1个人送到病院时阵意识无清楚，紧急用高压酸素治疗，才脱离危险。也若春天的温差变化较大，消防局讲，今年已经有5件因为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的案例，今年1月就有3件。消防局就拍影片来宣导安全使用热水炉。阳台晒太多衣服的时候，会造成空气不流通。你要是环境要是不通风尤其像是说你有加装门窗或是有晾晒大量的衣物的时候，那你有主要要通风。消防局表示，除了咧晒的衫裤，尽量爱和热水炉保持距离，阳台嘛爱保持通风。上重要的也是爱装强制排气型的热水炉，才会当确保使用的安全。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查甫人前堂作怪，走入去自助洗衫店的烘衫机内底，朋友替伊关门试开关，互烘衫机开始芳，佮翕影片传去网络顶悬。洗衫店的业者讲，安尼做毋但机器会歹，人嘛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而且伫内面上久，可能嘛会烧烫伤，千万毋通模仿。一拳就好了。自助洗衫店内，一个查甫人弄伫洗衫槽内，扫了伊的朋友关上门，也试开关，人倒伫内底爬袂转，嘻嘻哈哈吵闹的过程，全拢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初10地点伫台中，引起网友批评声音，民众看到也感觉真对。太危险了，对，太危险了，因为这样人应该不舒服吧？如果机器故障什么的，因为这是大家烘衣服的地方，进去有一点不太卫生吧。自助洗衫店一般拢是无人管理，洗脱行拢靠家己投钱，定看会创治，包括调工刷动别人的衫仔，开门互衫仔落落来，将饮料等液体倒伫洗洁槽顶行为。即摆竟然有人直接弄伫洗衫槽，其他业者会都讲，一台机器大约爱20万，这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洗衫槽害气、甲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一转它一定会烧那个瓦斯出来嘛，尤其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他那个瓦斯就闷在里面，一氧化碳就刚好吸进去啊。他如果运作1分钟，他马上就昏倒了啊。除了肢体的一些烧烫伤之外，甚至有可能时间待久的话，会有一些热衰竭甚至中暑脱水的风险。专家提醒民众秘入洗衫槽内时间久，也有可能会有烧烫伤、热衰竭。有密闭空间、惊吓症的人，也会引起心脏、皮肤菜、喘气困难等症头。错误示范千万唔通学，那造成机器故障，唔但有公安记录，恐惊都要面对业者的讨赔。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有一群人伫台北捷运永宁站的出口双厨房，甲通光的玻璃打破，甚至阁爬过闸门出站走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8个人是一群小少来台湾练厨房兼旅游的外国人。这群人已经和捷运公司和解，答应要赔6万多块。
另外，佮依照大众节文法罚28500块。穿白衫的查某人伫咧练厨房，跳起哩积分站的玻璃挂，180度射崩失败了，其他人一个搁线一个，将佢哩暗门头的起做。这个人算甲真欢喜，严过甲彩光的玻璃挂，拢有必损。就是从斜坡这里冲上去，然后跳到玻璃上面，然后再跳下来，就会蹦蹦蹦这样子啊。等到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台北积分的北南线永宁站2号出口，现场看到正明显的连来敲痕。玻璃有10公分的壁损，甲2条20公分的敲痕。警方调查发现，这8个外籍男子12中昼11点外，伫咧等公车时阵，先伫咧公共设施练厨房。同一天暗时，因阁转到积分永宁站。永宁 Station. Oh yes, yes. The gas is okay. Yeah, I see my friend. It's not me. 这边出现伫咧永宁站，旅客入去内面要坐车，也无看到站长过来。这个人是越头就走。有人是旅客选，有4个人是并过闸门出站。经过警方调查几多天了，甲人通知到案。当一名外籍人士在玻璃上玩滑板所造成，后续将因相关行为认知、行为态样分别移警侦办或交付采访。原来这8个涉案人拢是爱生厨房的业务教练，是对日本、美国、澳洲、加拿大来，大家小招来台湾练厨房兼旅游，严格所讲积分出口当作练习场。因的行为已经涉及到损毁等刑事责任，严格即马已经甲台北积分公司和解，付66000多块的赔偿金。严厉谴责违法行为，已经立刻报警追查，将依照这些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的各项规定来分别裁罚，绝不堪待。除了赔偿金以外，台北积分公司也依照大众积分法。对8位外籍人士罚28500块，因为练厨房赔了要到10万块，也和这边的旅游胜地规个拢败去。记者综合报道。原台出的 ETF 00940 4月7日就要挂牌啊！今仔日是申购的上尾一天，因为买一张干那开1万块，逐个月拢会当分现金的股利，所以才袂少人抢咧买。中央银行总裁尤金良就警告讲，投资有风险。不过买的人同款是真多，这阵网络顶悬是已经在做自救会社团。这个查某人徛伫证券公司，大声骂讲已经汇20万，想要买 ETF 00940，结果若抢申购失败，伊是去甲申购会桌大声骂大声咧。这波00940的风波是真热，网络顶若出现讨论的社团，甚至还未上市，都已经有自救会社团。其实就像杨金龙讲的，那个可能怕会有羊群效应，我们家是蛮注重这一块的。买一张才1万块，想说就当储蓄，长期持有，对，然后就是当成那种利息这样子放着。来自原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传出开幕才2天，就成超过1000亿的投资。因为大量的申购进单，或者在代销通路无法度消化，为了宣布停止申购。外台投资甚至真罕见发生面降温，15都是上尾申购期，敢会阁出现小济买现象，正做话题。中央银行总裁杨金良表示，大家小济投资都亲像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提醒大家投资也是有风险。不过面对申购的风潮，敢会定出目前的上限。金管会嘛做出回应，我们是会持续注意市场及商品的发展状况。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能还是要再观察，都是要看后续的发展再来决定。短线上确实有一个太热的一个风险，但是就比较长期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到理性的投资心态，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ETF 会不会从此套住，因为毕竟里面的成分股它会随着市场的状况去做更换。政企局表示，只要在今仔日下晡4点半之前完成扣款汇款，地上申购书嘛完成，这2项条件达标，拢算完成受理。不过投资毕竟不是稳赚无了。专家呼吁民众要谨慎规划财务决策。记者综合报道。5月7日劳动节敢会改做全国统一休假呢？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央有咧评估啊。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呼吁政府唔通搁拖，上好是为今年的劳动节就改做全国统一休假。每一年的劳动节，各级学校教职员拢袂使休，不过使用劳基法的学校除工公休煞会使休假，而且学生嘛爱上课，除工颠倒爱去加班，一校两制嘛影响到政府互人休假的美意。
所有的一个劳动者应该要纪念的日子，在我们台湾竟然会一国两制啊！政府你要彰显对劳动的一个价值，应该从自己做起。各级学校、政府机关5月初1有真侪项上班的乱象，一国两制全教总一直咧倡议，公家劳动制定做全国拢休的国定假日。民进党立委林基锦顶礼拜伫立法院提出，行政长陈建仁正面回应，全教总认为是万来政绩，不过到今都已经超过1礼拜啊，也无消无息。第二立委拢呼吁政府爱赶紧实施。一位是劳工，一位是教师，有的要上。有的不要上，那特别是在有养育下一代的家庭里面啊，更是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内部的作业哦，像说可能那天放假，这个警消的执勤，要多少加班费哦。立委林基锦表示，根据了解，行政院人事总处当咧调查评估，往这个方向规划，希望今年会当实施。全教总嘛强调，多数民间企业5月初1拢有咧休，改革无牵涉到另外社会成本，不过会当互60万名军公教加休一天，兼顾家庭生活。希望县政府执政的最后2个月，都互今年的劳动节开始全国休假，千万唔通搁拖。记者综合报道。林某甲囡仔零离时案件引起讨论，立法院跨党派立委就成立一个联名，号做亲子放送头，希望甲囡仔的心声送入去国会。民进党的立委张雅玲做会长，这张雅玲是母语家庭的妈妈，伊讲嘛要为囡仔打造母语环境。囡仔的人权受关注，拜五下党派立委也成立亲子大社工联名，除了帮儿童青少年的声音通入国会，也讲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母语家庭立委张雅玲就讲，即马当咧参文化部讨论，增加囡仔台语节目的品质，建立母语环境。爱有较侪台语顾问，爱做这个培训。无恁即马有一寡节目嘛，因为卡通啊、动漫啊，阮来当时就做一台语版本，台语的这个版本吼，所以你爱有做一个台语顾问，你才有法度创造出更较侪适合阮囡仔来看的。母语团体台语一路认为，除了爱以台语顾问提升节目的品质，也爱有专业顾问提升大环境的母语保存意识。亲像过去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活动，就出现表演者讲华语的状况，这就是台语意识不够低俗的问题。就是一寡表演活动，吼，也是讲实体的活动，若是能力爱有顾问，可能佫需要台语意识的顾问。你若是面对下骹的观众，因发现讲哦，敢若囡仔听无台语哦，因就会规个转去华语去，吼，因无迄个足强的动机。因认为，若通加强台语专业顾问指导，互表演者伫面对观众，拢以华语沟通的状况，通有方法来面对，坚定讲台语，就通落实文化活动，互囡仔进步母语的目标。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法国总统马克宏顶礼拜捌讲。顶个月捌讲北约无排除出兵援助乌克兰，却引起部分成员国反弹。不过马克宏14日搁再提出警告，呼吁欧洲国家对罗西亚爱打硬，袂当软软，想要和平都爱避战。法国总统马克宏最近也讲，为了要确保欧洲的安全，无排除要出兵帮助乌克兰，掩过互欧美各国拒绝。马克宏则是伫咧接受电视专访时阵，在一边强调，若是欧洲想要和平，就应该为战争做准备。Simplement, aujourd'hui, pour avoir la paix en Ukraine, il ne faut pas être faible. Et donc, il nous faut lucidement regarder la situation, et il nous faut, avec détermination, volonté, courage, dire que nous sommes prêts à mettre les moyens pour atteindre notre objectif, qui est que la Russie ne gagne pas. 马克宏讲，若是俄罗斯赢到这边的战争，欧洲的信誉就会降到0。乌克兰目前处境正困难，需要盟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讲，美国并无提供乌克兰有够的弹药，对战争也产生影响。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Russians have been able to make some advances on the battlefield over the last weeks and months. And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need for allies to make the decisions necessary to step up, provide more ammunition to Ukraine. 另外，俄国自15到17举行总统大选的投票。俄国总统普京13接受专访时阵，又放话讲，俄国已经全好动用核武的准备。克林姆林宫则是对此解释讲，普京只是重申大家所知影的情形。
也就是美国若派兵乌克兰，俄国将会看作是主权受到侵犯，将会被迫使用核武，并不是威胁讲要使用核武。美军的战车开伫咧森林中，8月自1月24开始的2024坚定守护者演习，目前也搁伫咧进行中。除了伫咧德国南部的战车演习，8月也伫北欧极地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军舰模拟跨过大西洋，部署到欧洲大陆，并且实施海上实弹射击、加两侧攻击的操演。The weather is different. The weather patterns, both in terms of water temperatures, in terms of the undersea environment. Winds, snow, it i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to understand the Arctic, we have to work in the Arctic. And so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here working in the Arctic really increase our overall readiness as a NATO force. 参加演习的各国官兵人数要加9万人，自航空母舰到驱逐舰，50多台舰艇加80多台战机、直升机加无人机，也有至少1100台战车，是冷战了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3年前，美国发生一桩校园枪案，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重伤。这凶手是高中生，死当时敢若15岁，被判关14人，目前当咧坐监。若即阵，伊的爸母因为这桩枪案，被判过失杀人罪。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家长因为逝世太人，要负起连带责任。47岁詹姆斯·克鲁布里加45岁看守珍妮佛，两个有生一个后生医生。2021年11月30日，迄当阵才15岁，伫咧读密西根州牛津高中的医生，伫厝内摕一支半自动手枪去学校内面杀人，杀死4位年纪分别是16加17的学生，也有7个人受伤。医生被抓了，被判终身监禁，目前人关伫咧监狱内面服刑。这件校园枪击案发生无偌久了，医生的爸母就和警方以触犯过失杀人罪追捕。珍妮佛今年2月被法院判有罪。密西根的庞蒂亚克法院经过5天开庭审理，14也对詹姆斯作出有罪判决。法官将会在后个月初7宣布两个人的刑罚，可能会面临到10年以上的刑期。这是美国司法有史以来家长第一遍被判将为囡仔的杀人罪行负连带责任的案例。法官的理由是，因无好好保管厝内枪，互囡仔随便就让摕到。另外，对囡仔精神异常的严重信号拢无插。评审团主席宣读判决的时阵，耳孔动听的詹姆斯带着耳机听讯，听到判伊有罪的时阵，一个骨入面摇头讲无动机。尾下法警就甲伊领带摕落来，扣手铐，送登去监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日本北海道的札幌高等法院昨一日判决认定禁止同性结婚违反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甲人人平等，这是日本判违宪的头一例。虽然东京法院嘛判讲民法甲户籍法无认同同性婚姻是违宪状态，不过这两个判决拢同款是驳回原告要讨赔要求。由报条，经济法院判决违宪。日本北海道3对同性伴侣主张民法加户籍法无承认同婚等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加宪法第24条保障婚姻自由，向国家提出一个人100万的损害赔偿诉讼。昭和高等法院第12审判决认定宪法保障同性婚姻现行的制度违宪。本当に望んでた待ちに待った違憲判決が出て、今すっごく嬉しい気持ちです。これまで多くの方がこの訴訟に協力して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出た判決だ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这是第一个高院违宪的判决，不过高院也认为，并未当讲国会无修法是违宪，所以驳回损害赔偿的请求。同一天，东京地院也判决，无承认同性婚姻的现行法律规定，算是违宪状态，甲违宪无同。违宪状态定义是指现存的法律加制度属于违背宪法主旨的状态。法官也驳回被人的赔偿要求。風向きは変わっていますので、この節目がまた一つの法制化の足がかりになるような判決であ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目前，日本的地方法院对同性婚姻，只个那台版的地方法院认为是合宪，其他包括东京、福冈的法院，拢判算违宪状态。因那札幌加名古屋是认定违宪。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14第3届试射无人太空飞行器，也就是全世界上大的火箭星链。虽然成功送入太空轨道了后，返来地球的时阵失去联络，不过这届和前2届比起来有飞较远啊，是大进展。SpaceX 公司的次世代气杆火箭系统发出正大声的声音了，慢慢升起来，离开发射台了，飞向太空。这边关键的起飞对以后的登陆月球加太空任务正重要。At this point, we'v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 maximum dynamic pressure, and passing supersonic. So we're now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getting those onboard views from the ship cameras. 过2分44秒，下半部的推进器加顶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飞过大西洋加非洲南部，对要到200公里远的天顶传回地球的影像。这边的任务是第1级的超级重型推进器，33具免轻引领全部拢启动。第2级的飞行器收回6具引领，加太空船送入去轨道。不过飞起了1点钟了，太空船煞失去联络。The team has made the call that ship has been lost. So no splashdown today, but again, it's incredible to see how much further we got this time around. 讲是世界上上强大火箭星舰，伫去年的4月加11月有执行过2遍试射，不过尾拢伫咧空中爆炸解体。SpaceX 对这2遍经验学习并且修正，伫咧第3遍的试射，又搁想要试新的目标。前2遍试射目标是计划太空船落来时阵，落伫咧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原来这边原本是按算要落伫咧印度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今年总统大选拄煞过，太平洋的陆路虽和咱台湾断交，转向中国迄边。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卿表示，美国事先就知影要甲陆路党煞失败，目前台湾伫南太平洋敢若剩3个友邦。美国亚太组卿表示，会尽力帮助台湾，袂阁互中国变鬼变怪。美国历史大选过了，南太平洋多国陆路随甲咱断交，转向中国。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卿康达则是伫咧参议院听证会时阵讲，美国方面事先对此有掌握，想要阻止陆路，也毋过无成功。康达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的决策，也毋过提醒太平洋多国甲中国来往时阵爱注意。What disappointed us in that move is the way it was done, the excuses that were used by the PRC, including certain economic inducements and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which was misused and misinterpreted. Careful and clear-eyed about entering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China. China will often make many promises that remain unfulfilled. 中国2019年时阵也计划这个区域的所罗门群岛加吉里巴斯。弃台投中，康达表示，对台湾伫咧南太平洋所处的3个友邦国家图瓦卢、帛琉加马绍尔群岛，美国方面将加以密切的合作，来阻止中国可能的政治操作空间。There's 3 formal diplomatic partners of Taiwan. We worked very carefully and closely with them to make sure their needs are met, and that we try to close off any opportunities that China could exploit. 伫咧中国最近这几年不断扩大因伫南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关心拜登政府的作为。康达回应讲，美国规划伫咧太平洋地区新设的4个大使馆，所罗门群岛加东加已经伫咧运作，瓦纳杜也将要开放，所剩的一个吉里巴斯犹原伫咧努力的推上。同时也甲澳洲、纽西兰等盟国强化交流。未来中国大陆还是有可能持续在这地方加深它的一些工作。那对美国来说，它也会借由重新开设大使馆，重新投入各式各样的资源，不管是基础建设、环境保护、气候变迁，还有协助当地可能发展一些海巡基本的一些实力，这些都是未来角力的重点。学者认为，在美国方面的印太战略布局之下，南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美中角力的战场，同时也是美中台关系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有一只中国渔船伫咱的金门海峡，家己驶甲变去，当中有6个人跋落海。咱的海巡有出动到救人，目前有2个人已经救起来，2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若昨半暝伫马祖外海，有1个中国渔民跋落海。咱的海巡去到搜救，目前是还袂找到人。
强调探照灯照伫咧海面上，搜救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14暗伫金门东定海峡继续搜救2位失踪的中国籍船员。第二发生伫咧14透早，中国籍的渔船明亮鱼61222伫金门的东定海峡沉船，有6位船员搬喺海。海巡署伫咧接到国搜中心通报，遂成立应变中心。南方海巡艇加中国的救难船做伙进行搜救的行动。已经救起了4人，那其中2名生还，2名无生命迹象。现场持续由本署4艘巡防艇与6艘救难船舰，陆方的6艘救难船舰共同搜救中。南海巡派4台巡防艇，中国是出动6台救难船，赶到现场搜救。伫涉事的海峡会当看到渔船的残体。金防部两栖营的唱水员也落去水内找人。海委会副主委周明武指出，中国这边渔船是伫咱国禁限制水域内面0.3海里甲其并存。请我们提供救援的协助。那我们他们是一个他们自己在行驶，在我们禁制水域内，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内的一个渔船翻覆。因为2月24中国快艇并存的案件，造成两岸情势紧张。过1个月了，又发生并存的意外，海巡署正进行处理。那后续是否有相关事项需要向陆方进行通报或者其他协处事项，海基会将会依照主管机关的嘱托来办理。暴露去海的6位中国籍船员，2个人死亡，2个人救起来，也有2个人失踪。依照惯例，会继续搜寻72点钟，找失踪的2位船员。根据统计，在过去3年，中国拯救支援的有17件案件，总共救起来119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油林园厂的蒸馏塔，这个月找10个样，甲3氢乙烯这种废气送入去燃烧塔处理，致使空气出现污染，去互 AI 监控抓到。市府稽早认定中油违反空污法，要罚500万。找10半暝2点外，监控系统的画面出现各样，蓝色架显示侦测着火，原来是燃烧塔趁火。边仔红色架是一直显示有侦测着白烟。排放的地点就伫中油高雄林园厂。现场看搁较惊人，中油林园厂内底这个蒸馏塔全部都放白烟打掉咧。代志发生伫这个月初10，迄当时厂区内底蒸馏塔建立循环的时发生各样，紧急甲3氢乙烯排去燃烧塔产生有劣污染物。经由裂解程序起炉后，经六塔建立循环时发生异常，紧急将废气排至燃烧塔处理。致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高雄市环保局3年前伫高雄临海和林园工业区建电线顶影像监控，还有智慧辨识系统，掌握工业区工厂污染排放。这届嘛是透过这个系统抓到中油排废气。AI 系统针对黑烟火光，可及时进行影像判烟，并同步推播平台。提供稽查人员第一时间进场查核违法事证。这个系统是用80台摄影机24点钟监控工业区的固定污染源，也会甲影像回传，予工作人员判断掌握上新的情况。设备启用到今，成功抓到重大污染案27件，计共罚1500多万。记者综合报道。农地想要吞吐，就要申请，不过这程序较严格、较踏实。婚林道失地的业者甲农民拐讲，会当免钱替因吞吐，不过事实上是违法偷盗有毒的土头，害无辜的农民土地互列管，无法度买卖，无法度过户。议员是要求县府要想办法，避免农民佮互骗甲零落西。安内县府表示，会透过立委协助修法，互申请吞吐的流程会当更较简单。违法乱倒废弃物，今年以上非法案件有131件，其中7成是农务用地、养殖用地，主因就是花添土流程耗时，不法业者拍到俗免费添土，导致农渔民被骗，因此农地被倒因建废弃物不良土邦。无度吹啦。安怎讲？因为讲伊家己有家己的朋友咧吞土，啊无阮无法度。所以引申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啊，假借填土之后啊，那把这个农地挖深，然后再倾倒有毒的、有害的废弃物。那如果没有堵的话，那即使它土含有少量的这个砂石，那也一样会被列为这个不容许的这个范围里面。有议员表示，近期阮县内接到真侪电证案，
因为农地被列管后，衍生构成税务买卖等问题，要求文管府农业处提出便民的措施，协助农民解决问题，各避免农地各被污染。这个部分呢，导致很多违规事件的发生。经农业部的函释，这个部分是无法事后申请，甚至于必须要恢复原貌，也造成农民许多的困扰。这部分宜兰县政府希望农业部能够进行法规的调试。那主要是将向立委定情，让农民有生活管道。毛议员就讲，农民若要回填土邦，申请的流程和检核文件复杂，导致农民为着方便，被迫害业者趁着机会倒不良土邦。希望农业处会当提出便民的规范，降低相同的案件搁发生。记者用为了报道。宜兰的深沟村有农民家己拔的田边仔咧起农舍，这包厢煞甲地界看灯打起，红毛土铺起到人遐，酸长残花甲黄啊。而且亲像这款工程破坏农田的情形，伫当地毋是头一届发生。看到家己水田的残花，去互边仔农舍的工程破坏，差不多6排的黄啊，去互边仔农舍撒过来土引起。过当看到红毛土污染农地情形，农地防严重破坏嘛无事先通知，今后起中人还阁摕2000块，讲是厝主赔偿的。不过这和宜兰深沟村做有限耕作小规模的农民是无法度接受。可是他们就这样直接就是把它毁掉了，让我们觉得就是很不能接受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是比较不好意思啊，我们会把它恢复，这个是个误会。有人表示，规个过程拢是误会，毋是挑工破坏水田，会甲对方的水田恢复原貌。后续赔偿会当去讨论。农舍工程的包厢嘛，承认讲看唔到农地界线，不过这并毋是深沟村头一届出现农舍工程破坏附近水田的情形。小龙表示，农舍这几年起的速度比演过期真紧，对做田人来讲是产生真侪困扰。这1-2年来的农舍的新建速度是超越以往的。对你现在放眼望去，到处都在开，至少2-3盖，看得到的地方至少2-3个建案。案件数是跟往年差不多了，我们大概平均一年大概就是在300到400之间。国土计划还明年上路，有风社讲到时恐惊会限制起农舍，敢是因为安尼大家相对咧起，官府是好人。而且讲这几年起农舍资格核准的案件，平均是300至400件，并无明显增加。而且就算国土计划上路，只要符合农地农用的原则，农民要是会当起农舍。那尤其是将这个宜兰市非都土地的这个纳入民宿管理办法。另外，宜兰县12个乡镇市非都市农地，唯独宜兰市非偏远地区农舍未当申请做民宿来使用。有民代争取解除这个限制，对宜兰市观光的发展才较有利。官方嘛答应讲会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工也影响到学生的校车。桃园中立的雷霆里用分化路的回馈金补助拨学生的专车15年啊，在雷霆里3间学校的学生。不过这学期开始，因为车无司机，伫网络招标2届拢流标，所以这学期到今是拢停驶无专车。学生伫教室厅区伫校园走跳，分化路就伫国小边，依然用回馈金补助开办学生专车。中立内定国小全校学生483人，涉及内定里有290人，学生在专车上下去的有145人。最近因为公车司机欠人，结果专车煞停驶。这学期开学到即马，拢是家长亲身来接送。目前这段时间，因为四季荒的关系，所以没有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接驳车，因为要走过那个隧道，然后隧道那边没有人行通道，然后车比较多，那一段会比较危险。用分化路回馈金补助，内定里为2008年开始开办学生专车，服务涉及里来读内定国小、中福国小甲瑞丽国中的学生，逐工驶差不多11到15班车，看每年学生的情形来调整，承载率是5到6成。到去年为止，拢是由桃园客运提供服务。去年计划到今年1月底届限，目前因为司机大量欠人，已经上网招标流标2摆。文化读学生专车停驶的问题，已经造成学生及家长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希望说，透过更多协调之后，我们要将原有的车次加以调整，届时来增加交通业者承揽的意愿。目前本案由公所协助执行，已上网招标作业，近期会开标执行。
内定里回馈金使用计划总额是3718万，其中编列750万用伫补助学生交通车。进程里长也已经检讨调整需求甲预算，由工作协助招标，希望应赶紧提供未来学生上下课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是全台湾头一个针对电话卡管理规范订定自治条例城市，互店家会当伫电话卡做生意。不过，这条例公告一冬外，煞拢无店家申请通过，甚至有真侪人是根本唔知影这个条例。议员嘛接到未少陈情，认为条例内底细项的规定要赶紧定出来，才会当减少电话卡乱抄抄的问题。高雄市区常常有店家会将桌啊、椅啊等物件放伫电话卡，甚至违规摆搭，亲像这台车直接停伫电话卡，完全无空间互用路人行。高雄市订定电话卡管理使用条例，开放店家会当安心营业，只要有留1米半的空间就会使。不过条例细项到打拢无定出来，摊商甲店家拢唔知影。细节的唔知影，迄是我有去注意到，因为有这权利开注意到，安尼无通常是袂去注意到这样代志。对啊，有的店家的物件嘛是需要爱整理的啦。高雄市伫2022年通过电话卡自治条例，不过实施1年多，因为无条例细项，到打也无店家申请。地方议员也接到真侪店家陈情，议员表示，因为即马电话卡摆搭也是会互人开罚单，甚至有店家愿意合法摆搭，不过问过市府单位，因煞互相推卸。现在目前无一个案件过啦，是讲迄个单位的部分是高雄市的这个经发局来管理的，但是经发局呢对这个安怎管理即马煞无一个实行办法出来。针对骑楼商家延伸性独立摊位位于开放范围内，为顾及人行安全及保障私有权，将规范示范点示范。经发局表示，未来按算会找4饭店来试办，日后会公告。议员是建议市府爱加强宣传，细项也爱赶紧定出来，莫互大家看甲不飒飒。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林业署台东分署为2019年开始连续接到通报，讲有台湾乌熊掉伫山猪条陷阱内底，到当有救到7只，放回去山拿。台东分署目前已经和10个部落100个巡守队员合作，伫中央山脉巡逻，要求部落的陷阱要改良，避免甲害无辜的乌熊受伤。林保署台东分署去年8月伫海端乡红石部落发现掉伫山猪条的一只台湾乌熊拉尼虎。10时甲带去深山野放，拉尼虎是掉伫陷阱，经过照顾了后，无去用坐机野放的台湾乌熊。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从108年开始救着伤或者是甲亲人失散的起码囝，拢总有7只。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甲野混，除了一只离掉起码囝，家己走转去山拿。109年野放公园小熊，甲紧并熊猫；110年野放一只卡马顶熊公；112年野放2只紧并受困的乌熊。加上今年野放最后一只收容的卡马顶乌熊，拢总野放6只。经过监测，除了去年野放的一只坐回乌熊自然死亡，其他伫山区拢正常的生活。监测记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发现说，它的一个生活状况都相当良好，而且也都没有在往过于浅山的区域来移动的一个状况。台东分署表示，保育台湾乌熊的工作会持续进行，特别是透过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已经甲10个部落、100个巡守员合作做乌熊的保育，嘛结合部落自主拍蜡管理，使用改良式的蜡具，避免台湾乌熊无细时达到陷阱受伤。它不会因为说它的脚套到之后，就不会说痛了，大家不会挣扎。在尊重原住民传统的狩猎文化的前提之下，能够与部落的族人一起携手来做濒危物种的保育工作。台东分署统计，去年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已经发出46万的奖励金，呼吁更较侪部落会当加入，做伙保育强要断种的台湾乌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老戏院全美戏院的电影虽然是放送旧片，不过电影的扛棒拢是请师傅手工过，真出名。最近有一出电影，因为伫全美戏院取景，所以全美戏院是让超过50档来放送这部新片，引起讨论。
戏院外口专门画电影看板的老师胡干金花灯咧拍底，准备画一百新的看板，到达也保留用手工画电影看板。这个所在也是国际知名导演李安的电影启蒙地，主要是放送理论片的台南专美戏院。不过经过53年后，专美戏院要搁再放送首轮电影了。他们有来这边取景。全美戏院有取景，有。那你会不会想要来看？当然啦，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二轮戏院通常大家就是会比较少来嘛，那首轮如果大家就可以增加大家就是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这部电影是由柯光汉和日本查某名星清源果也主演的。电影内面有真侪场景是伫咧台南翕的，专美戏院也是重要的场景之一。也因为安尼生，专美戏院决定要搁再放送首轮电影，目的是要吸引少年人，也搁有无共款的族群，今日去拍拼经的老戏院。20年前的这个场景的现场就是指定全美。现在二轮的市场已经都不好做了，那首轮是我们一个很大胆的崭新的一个尝试，然后整个剧情都是配合整个台南市区，像我们中西区那个民权路、民生路，还有天坛做一个导览，哇！好像也做一个很成功的城市行销。专美戏院顶一回放送首轮电影已经是1969年、1971年才改做放理论电影。53年后，专美戏院搁再放送首轮电影，真正有吸引到少年族群来买票。这届首映电影的放送时间是2礼拜到3礼拜，希望透过这届机会，让少年族群看到老戏院魅力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主题是非常爱。邀请11个剧团，为了讲跨时代的爱、阴阳之间的爱，还有人甲物品的爱，全部拢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希望会当请少年人来看戏。只要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呀。布袋戏演出一个人恋爱的对象是一口剑。爱唔那可能伫男女之间，也是同性之间，爱上不ผิ的恋物，嘛是一款爱。剧团用布袋戏来呈现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物品，它其实是会有人的一个人会附加他的情感在上面。对，因为恋物这个主题，其实在无论是在现代剧场也好，或者在戏曲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少谈到的一个情欲面向。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主题非常爱，拢总有11出戏，唔是讲一寡古板单情细爱的爱情故事，是用传统戏剧来讨论现代新兴爱情议题。人与非人，阴阳两界，所以其实有足侪题材当用传统去诠释爱这件代志。团结中心表示，有真侪剧团依据传统嘛拍拼创新，望传统戏剧通以全新的模样来展现。形式的改变以外，上解重要就是剧本，咱嘛一直咧探讨无共款的物件嘛。咱为什么要创新？原本的观众头无去嘛。咱即马咧讲感情，咱即马咧讲这个反战，其实呢，拢甲咱即马你即阵现在当下生活息息相关。这几年来，其实有足显著的进步，阮的观众嘛一直有咧增加。时代咧变，传统戏剧因应潮流，对咧讲现代诗，望讲用无共的爱创新丰富当代戏剧，也望青少年辈愿意加入剧场做伙来看戏。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AI 当时行，有愈来愈侪工课会用 AI 斗相共。澳洲有一间老人中心，就专工利用 AI 来陪失智症患者开讲，嘛要来减轻照顾病人的一寡负担。到底出来这间老人机构的凯瑟琳是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伊虽然走路小可吃力，但是个性活泼，介意和人来开讲。Sometimes it's nice to be alone, but it's lovely to be in company of other people and share memories from time to time.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You're absolutely right, my dear. 在大型荧幕内面和凯瑟琳在对话的人，是一个叫做维夫的 AI 虚拟人物。为着让失智患者袂孤单，嘛解决照顾人力无够的问题，这间老人中心是引进新科技来陪伴老人。更较特别的是，维夫的创作过程中，有些有失智症的女性参与，可以对失智者更较有同理心。Living with dementia has its challenges, but I try to make the most of each day. Some days I feel a bit forgetful and get lost in my thoughts. But other times I feel a sense of clarity and connection. It's a journey, you know. 老人中心的工作人员讲 ，AI 助理有一个优点，就是会当一天24点钟拢在做工课嘛，袂忝。
To have staff around the resident 24 hours a day is very difficult. So this tool would be supporting the staff in actuall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need for the resident and their well-being. 不过专家嘛提醒讲 ，AI 开讲的科技嘛是有风险，而且永远无法度取代厝内人和朋友真实的陪伴。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下半部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3度，中部地区18度到24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0度到24度。外岛地区13度到24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